来看今年的全国两国选上者轮椅保龄球锦标赛，今仔伫中华举办哦，计共有10个县市80外个选手参加。主办单位希望讲透过比赛，鼓励新上者互相交流，嘛享受运动，增加自信。 选手伫家己球道集中精神，专心比赛。2024年全国两国选上轮椅保龄球锦标赛，30伫中华馆举办，计共有10个县市80外位选手参加，要来比拼球技，互相交流。我受伤已经40年啊！我20几年前吼，我就开始拍桌球，打完桌球了，我去拍保龄球。这保龄球的运动吼，是真适合咱坐轮椅的。 我们身障者坐轮椅以后，其实能够运动的项目很少。那如果可以在室内不用大太阳这样晒的情况下，可以这样轻轻松松练习上半身强身体魄是蛮不错的。由中华馆两国选上中建协会主办的轮椅保龄球比赛已经办第10多档，但年拢有不少选手参加。主办单位表示，拍保龄球唔但会使练手的气力，对身体嘛真好。因为你脚受伤了，我都无方便行，手一定要顾好，所以用手来练手。一方面是讲练这个肺活量，大家莫讲伫厝拢秘伫厝安尼吼，无行出来。 肺活量的愈差。说办这个活动，让大家能看到这些身障朋友需要哪一些资源，无障碍空间啊、无障碍坡道啊等等，还有这些可以参与，让他们参与的运动。主办单位表示，除了保龄球比赛，其他县市也有举办地方篮球、射箭等等全国性的比赛，希望鼓励新上者加运动，买当透过比赛练到感情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